眼前呢個茶餐廳打雜嘅後生仔，你估唔到佢竟然係身家過億嘅頂級富二代。呢個後生仔叫阿峰，細個就厭倦咗屋企同臭味嘅生活，一心淨係想做個演員，體驗唔同嘅人生。但佢最好嘅兄弟就係個財奴，為咗錢，連兄弟情都可以賣。阿峰嬲到爆，直接同佢斷絕關係，決心靠自己闖出名堂。於是身無分文嘅佢嚟到一間叫崔記嘅茶餐廳打工，點估到自己就快上演人生最勁爆嘅一出戲。為咗拍戲嘅逼真，佢竟然直接將人哋間餐廳炸上天。呢一集唔單止冇令佢入差館，反而令佢意外衝上熱搜，爆紅全網。片約接到手軟，但代價係阿峰欠咗一大筆裝修費，唯有將所有片酬都賠俾老闆水叔。都仲未夠，就繼續留喺崔記打工抵債。喺呢度佢識到一個懷才不遇嘅流浪歌手陳大文，兩個失意嘅追夢人一見如故。點稱呼啊？林峰。冇幾耐，全新面貌嘅崔記重開，老闆水叔都係個商業鬼才，順勢推出爆炸大展鴻圖套餐，主打一個夠晒刺激。就喺餐廳開業當日，阿峰邀請陳大文嚟駐唱，以歌換飯。但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個熟口熟面嘅身影出現喺門口，要嚟嘅始終會嚟。睇嚟一場關於金錢同夢想嘅對決，先至剛剛拉開序幕。